你着尽心，你着尽心，你着听主心，你着听主心，这个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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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了解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经头。我用新的界面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。恁也着安尼三听，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，请坐。咱即时要来三甲启应，我来启，大家来应。启应文第22篇就是诗篇95篇。来啊，咱着唱歌学了上主。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，伊统辖地极深的所在，伊创造海洋大海属伊。来啊，咱鞠躬敬拜伊。因为伊是咱的上帝。咱即时三甲来祈祷：至大、至尊、至圣、至权、至疼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互亲像尘埃般的阮到圣地敬拜你。我要伫信仰中呼叫你的圣名。伫呼叫中来找见你，伫敬畏中来崇拜，伫骄傲中恳求赦免，伫罪恶中恳求拯救。因为你是阮的关台，盾牌是阮拯救的角，阮感谢你，哈利路亚！阿爸爸上帝，你是平安、智慧、真实、尊贵、快乐、公义、甲疼的源头。是阮的关台、山脊、磐石、避难所。伫你奇妙的作为中，阮伫软弱的时看见你的带领；伫卑微的时享受你的阳光；伫愤恶中发现你的疼痛；伫罪恶中才知你的圣洁。你互阮愚妄变成智慧，无知诚侪聪明，邪恶变清气，自私变公义。互阮看见家己拢总的罪，为阮拭去所有悔改的目屎。你的疼，毋是阮讲会清楚的。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伫全世界瘟疫纵横的时，你保守台湾，赐阮平安。伫国际局势，但看起来亲像真混乱，总是愿确信你是历史的主宰。你要看顾台湾，你的带领要成就奇妙的事。伫动乱中，阮有平安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你，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恳求你怜悯世间人，赐阮智慧，看见家己的罪，再悔改，互武汉肺炎的病毒消失，煞一切的灾难，充满怜悯、公义甲慈爱的阿爸爸上帝。你是平安、喜乐、智慧、真理、尊贵、快乐甲疼的源头，是阮脚前的灯，阮的石盘、活命、顺转、瓦靠，医治、稳定甲丰盛。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
这时圣歌队要用因着。中读圣经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第1节到23节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第1节：伫该撒利亚有一人名哥尼流，做意大利营的伯族，伊是敬虔的人，甲全家敬畏上帝，济真济百姓，常常祈祷上帝。日时约3点钟。伫异象中，明明看见上帝的天使入来就近伊，对伊讲：“哥尼流。”伊注目看，真惊，讲：“主啊，有啥事？”就甲伊讲：“你的祈祷，你的真济，已经上甲上帝的面前做纪念。但你着找人去约帕，请迄个西门称作彼得的来，伊晓得。”范佩师傅西门道，伊的厝伫海边。第7节，甲伊讲话的天使已经退去，哥尼流就叫2个奴仆，甲1个敬虔的兵，时常跟对伊的，将这个代志拢甲因讲，就找因去约帕。隔日，因行路已经近城，约入中昼，彼得上厝顶祈祷，真枵爱食。人拄在备饭顿，彼得的神游伫伊上外，
就看见天开，有气球降落，亲像大北部白死的角头对伫地呢。内面有地上逐类四骹的兽、虫豸，甲天中的飞鸟。阁有声对伊讲：“彼得，起来，摕来食。”若是彼得讲：“主啊，断断毋通，因为凡那粗俗的物，甲无清气的，我袂捌食。”第二摆阁有声对伊讲：“上帝所互伊清气的，你莫得掠做粗俗。”安尼3摆，迄个气躯连边收上天。彼得心内在踌躇，所看见的异象是啥物意思？拄拄迄碟，哥尼流所请来的人有问到西门的厝，徛伫门外，出声在问，看有西门称作彼得的歇伫遮啊无？彼得还在想异象的时，圣神甲伊讲，有3人在找你，哪着起来落去，甲因去，免得摇疑，因为是我找因。21节，彼得落去见遐个人讲：“我就是恁所找的人，恁来是为着啥事？”因就讲：“必总哥尼流是义人，佮敬畏上帝，互犹太全国所学乐。奉圣的天使指示伊，就请你到伊的厝，煞听你的话。彼得就请因入来，佮留因歇地。隔日起身甲因去，佮有约帕的兄弟几若人甲伊同行。今仔日牧师要甲咱讲的主题是初代教会的宣告。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会使起，咱要对一个主题初代教会宣告。咱要对新约使徒时代这个初代教会宣告。嘛要讲到伫咱台湾北台湾初代教会宣告，来看福音是怎样来传出去。什么是宣告？有人捌讲宣告是上帝的宣告。是对上帝发动，上帝本身参与伫迄个中间，来互伊的主权拓展到全世界各所在的作为，这叫做宣告。我试过讲一遍，宣告是上帝的宣告，是对上帝发动，上帝本身参与伫迄个中间，来互伊的主权扩展到全世界各所在作为，这叫做宣告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0章第1节到第3节，有只有讲起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哥尼流。这个哥尼流虽然是外邦人，总是圣经写伊是敬虔的人，甲伊的全家敬畏上帝，济真济百姓常常祈祷上帝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第一点要讲的就是拍开天窗伫你的家庭。伫你的厝天窗，表示你甲上帝、你甲顶面相通的。咱的厝拢有真侪窗啊，总是请咱毋通袂记哩。伫你的厝有天窗无？大家伫遐有人咧祈祷，你对上帝恳求，你敬畏上帝，这个家庭是蒙福的家庭。咱每一人，咱拢真渴慕上帝祝福咱。讲上帝若要祝福阮真爱。总是真可惜，咱拍开真侪世界的窗啊，总是伫咱的家庭却是无一个天窗。兄弟姊妹，祈祷是天窗，敬畏上帝的生活是天窗。所以你若将这个窗门拢关起来，你就是阻挡了上帝所要予你的祝福。那么怎样才会当得到上帝祝福？今仔日的圣经真清楚甲咱讲。讲你的祈祷，你对上帝敬畏的心，上帝拢有看到。毋若看到，上帝要报赏你。咱看哥尼流，伊是一个罗马的军官，意大利营的霸总。伊看见这犹太人伫遐咧敬畏上帝，伊嘛甲人敬畏这位上帝。伊阁帮助真侪这送养的人，总是伊无明白
什么是救恩？伊只有会晓祈祷，所以上帝就特别派使徒彼得到伫伊的厝。第二点，咱爱拍开目睭，咱爱拄起咱一寡旧的思维，来看上帝所要互你的。伫咱每一人，咱信仰成长的过程中间，上帝不断地拍开咱的目睭，互咱去看到上帝要爱咱所看到的。总是咱伫咱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咱有真侪迄个成长的背景，还是家庭的因素、受教育的影响，还是传统的影响，所以产生咱有真侪坚持，咱有真侪偏见。至到有时上帝要互咱看到的，咱看袂到。咱较看拢看什么？拢看问题、看困难、看家己、看世界。咱来看彼得，而且彼得上帝要使用伊，总是彼得有真侪犹太人的传统。什么是犹太人的传统？犹太人认为讲，上帝只有是犹太人的上帝，上帝只有听犹太人，所以外邦人不配嘛得袂到这个救恩。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，外邦人是拉萨是无清气的。所以上帝就互彼得伫祈祷的时来看到异象。上帝互彼得伫祈祷的时看到天开，有一块大白布对天落来。迄个布内底有真侪只的四骹的走兽，有昆虫，有鸟只，这个拢是犹太人看做无清气的食物。对天落来，有啥甲伊讲彼得起来，抬来食。彼得讲：“主啊，断唔通，这是粗俗的物件，粗俗佮无清气的，我袂捌食。”好啊，本来圣经写讲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请咱注意这句，从来唔捌。上帝要拍开咱的目睭，互咱看到真侪咱从来唔捌看见、经历咱从来唔捌经历过的代志。迄个布三解落来佮起哩，落来佮起哩。第二解有啥甲彼得讲上帝互伊清气的，你无得掠做粗俗。上帝互伊清气的物件，你无得掠做粗俗。所以彼得伊咧想这个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伊咧想的是，哥尼流派来人已经到位。请咱注意19节才写讲圣神甲伊讲，就是讲当彼得咧想迄个异象时，圣神甲伊讲有3人来找你，当就起来落去，甲因去，无得了伊，因为是我找因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印证。印证就是上帝互你一个启示，上帝就用四周围的物件来甲你证明讲，这是我所互你的启示，这是我爱你做，这叫做印证。所以咱基督徒的生命，咱不管是咱的经历的印证。而且上帝互彼得所看到是什么？就是讲上帝唔单听犹太人，上帝嘛听这个外邦人，嘛关心因，嘛要拯救因。意思就是讲，上帝是普世性的上帝，是普世的上帝，唔是看咱犹太人的上帝。第34节只有一句话，互咱真感动。彼得开嘴讲，当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处人。当我真正知，好啊，本来圣经写讲，我真正看出上帝无偏袒人。我特别去查英文的圣经，伊写讲 ，In truth, I have come to understand， 就是讲老实讲，我已经了解。这就是灵性的顿悟。咱灵性一种的领悟，所以咱唔通成做一个永远灵性顶面真迟钝、未领悟的人。这种人真可惜。上帝要甲你讲话，你无听到；上帝你咧问我，甲你拍门，你无感觉。今仔日上帝要改变咱真侪偏见，要调整咱的眼光，互咱会当看到异象。嘛，借着上帝互咱的异象，咱去追求，
完成福音的使命。第三点，开放你的家庭，成做福音站。咱看哥尼流，等于派去的人还未转来进前，哥尼流圣经讲已经备办好势。24节讲，哥尼流已经组织伊的亲人甲好朋友伫遐听候因。哥尼流伊是用一种真心无心伫遐听候上帝的仆人，伊毋是家己一个伫遐听候，伊阁招伊的亲人朋友减载几啊十人伫遐听候彼得来对因传讲福音。我会记得伫几年前，我有一届伫广播社时接到一通嘉义汤明忠牧师敲互我的电话，伊甲我社长，阮伫岛南有一间较早小月下长老大的厝，阮甲伊整修电起，起做一栋3楼的透天厝。伫1楼差不多有60平。伊讲你是毋是有趣味来岛南遮设立迄个广播社的一个机构，伫遐卖册。所以后来我就真正去到迄个所在，看了，感觉真好。我嘛有想，伫迄个所在生意要真好无可能。总是伫迄个所在若设册房，会当帮衬伫迄个嘉义婚林迄个所在，真侪传教者，真侪信徒要买册真方便。所以后来阮算算诶，一年可能爱了差不多10万块。总是10万块，广播社有法度负担。所以，阮真正就去遐设分家南，阮的迄个广播社的分社。伫分社设了，我有到附近岛南甲虎尾这边一寡教会，我去拜访遐的牧师。当我到入一间浸宣的教会，迄是岛南浸宣教会。迄个牧师是阮牧师娘的亲人。所以看到阮去真欢喜。伫阮咧讲话时，伊甲我讲陈牧师，你知无？岛南教会是安怎开始的？你知无？就是当时伫我看者，伫1951年，伊的老爸沈医师，迄当阵伊开放伊的家庭，互真侪人伫遐吟诗唱歌、读圣经、祈祷。所以到伫1957年，因遐人感觉讲，咱有需要伫遮设一间教会，所以后来岛南教会就是安尼来设立。对一个人开始，肯开放家庭，然后有人伫遐祈祷聚会，渐渐迄间教会伫遐成立。咱看台湾有真侪早期咱的教会，拢是对安尼开始，开放家庭，成做福音站。后来成做教会，希望兄弟姊妹，伫咱有需要的时，咱会当开放咱的家庭。第4点，拍开你的心门。第33节，哥尼流伫遮讲，但愿拢伫上帝面前，爱要听主所命令你拢总的话。真水的一句话，一个罗马的军官，真谦卑。虽然请来是一位掠鱼的渔夫彼得，并无读什么册，总是来到一个罗马军官的家庭，伫遐哥尼流确实真谦卑，讲阮现在伫遮听候，你爱阮怎样做？对34节到44节，咱拄则无读到，是彼得伫使徒行传内面所第4篇所做第4篇的讲道篇。伫这篇讲道篇内面有一个特色，第一点就是耶稣基督所传是和平的福音，伊是万有的主。第二，上帝用圣神甲才能来抹伊，各界三甲之地。第三，耶稣捌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总是第3日又过活。第4点，就是耶稣是上帝所设立审判活人甲死人的主，所以人只要信靠伊，人的罪当得到赦免。所以这是这篇讲道篇4个大点。
所以咱也袂晓讲道，咱也袂晓对人做见证。你会当照这篇讲道篇，对人讲出耶稣是甚物人？是上帝所差来传和平的福音，是对死过活的主，是审判的主。今仔人若信伊，罪得了赦免，这就是福音。所以福音是甚物？福音就是好消息，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好消息，互世间人因为信伊，罪得了赦免。这个救恩今仔日已经临到伫咱每一人的身上。所以咱看迄日。彼得还未讲完，圣神就降临伫遮个人的身上，有上帝伫遐印证，讲彼得所讲的拢是真的。上帝听所有人，无分种族，无分男女，无分好野善，无分阶级，人只要反悔认罪，罪得了赦免，咱就会当成做上帝儿女，这就是福音。捌有一个大学生来找牧师。伊问牧师讲：“牧师，你常常甲讲要拍开心门接受主耶稣，人要怎样拍开心门？请你甲我讲。”这个牧师甲伊讲：“你阴暗转去，要困进前，你跪落来，甲上帝求，讲主耶稣，请你甲我讲，拍开心要怎样拍开？请你甲我讲，你就安尼甲上帝求就好。”啊！这个大学生迄暗转去，真正伫要困进前，伊就跪伫涂骹，甲上帝祈祷。伊隔礼拜伊来教会，伊伫遐做见证。伊讲真正奇妙，当我跪落来祈祷，甲耶稣讲：“主耶稣，请你教示我怎样，我会当拍开我的心门。”伊讲，当我安尼祈祷时，主耶稣互伊看到过去所犯的罪，一件一件，拢伫伊面前。怨恨人的罪、骄傲的罪、讲白菜的罪、贪心的罪，连考试作弊的罪，万拢伫伊面前。伊就跪伫涂骹，一项一项伫遐认罪，认罪了，伊心内有真正的平安，有喜乐，心门自然拍开。所以拍开心门，就是大圣你爱认罪，互主耶稣进到你的心中，罪得了赦免，充满喜乐。这个牧师问迄个青年讲：“你祈祷了，徛起来时有啥物无共？”伊讲：“连迄就是宫顶的星嘛无共啊！真正就是安尼。等于主耶稣进到咱的心内面的时，一切拢改变。所以遐尼欢喜的救恩，咱毋好只有家己享受，咱爱去传互咱四围的人。初代教会宣告就是安尼，上帝主动，上帝介入伫迄个中间。互福音来传开。第二大点，咱要来看台湾北台湾初代教会宣告。北台湾初代教会宣告是为马街博士开始。我伫2014年离开公报社，到立里湾教会时，要就任进前，遐小会员参我斗阵讨论，讲要送什么纪念品。咱真侪时阵送个纪念品，其实拢无用，收起来。嘛毋知当时要用，所以我伫迄当阵甲因建议，讲咱会使送因一本册。这本册叫做《台湾竞赛胡秋番》。这本册是我伫公报社时有一年，因为公报社出一系列迄个人物传记，所以我想到马街博士，我拜托淡江中学校史馆的迄个馆长，也是淡水教会的长老。苏文开长老，伊有收集足侪马街博士遮的物件，我拜托伊甲我写，写了伫号名的时，伊互我几个名，嘛有马街传记，嘛有几个名，总是上尾一个名是台湾竞赛胡秋番。我感觉这个名上好，因为这本册我看过，足柔性的册，袂定，拢是写马街的故事，所以我伫就任的时，立湾教会就送所有来参加。就礼拜送这本，这本伫公报社买着真俗。伫马街，伊是出世伫1844年3月21日，加拿大。爸母是真虔诚的基督徒，早暗拢爱做家庭礼拜。伊伫厝的排行第6。伊讲伊10岁时有一届，伊的爸母出来去教会，听到一个对中国转来英国的宣教师 William Burns。
伫遐报告中国传教的事工，10岁囡仔伫遐听了真受感动。伊甲上帝讲主啊，我要做一个宣教师。14岁开始教主日学，宣校毕业了，会到伫多伦多继续读大学，毕业了到伫美国 Princeton 神学院，嘛到伫英国，毕业了再来台湾。28岁一时来到台湾，伊当时对加拿大坐船来亚洲。你若是宣教师，你坐船有拍折优待，所以要坐船进前，要买票进前，伊忽然想着讲，伊并无啥物证明，总是想着讲，加拿大车会有送的一本圣经，伫圣经的第一页有写2节圣经节，第一位是马太28章18节，讲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就去招万百姓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入爸囝圣神的名。第二位圣经是诗篇121篇，讲耶和华伫你的正边保护你，日是太阳无伤你，年是月也无害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，日出日入，耶和华保守你，对他直到永永远远。伫2节圣经下面有写一句讲，加拿大海外宣道会派到中国第一位宣道师离开祖国。到异邦传教进前，临别赠送，佫签名海外宣道会主席 William Marks Levin。所以马凯就用迄本圣经去买票，嘛有得到优待。伫148年前，一个很优秀个学问的人，伊愿意成做上帝手中的器具，受派来到伫中国。后来，伊佫转到伫基澳。佢来到淡水，因为马街有一个愿望，伊望伫迄个无人捌传过福音的所在，伫遐来传教。所以拄到淡水的时，租一间厝，开始学台语。迄当时嘛无台语老师，所以伊只有逐日到伫迄个一寡囡仔伫遐放牛放牛的所在，甲遮的牧童甲因学台语。一日伊暗念100字的台语单字。3个月了，伊第一遍用台语讲道。3个月，我是讲真侪台湾的学生对初中开始 ABC 开始读到大学毕业，拄到一个外国人讲袂出来。Hello，Good morning，过来就开始流汗，尾Goodbye， 好，足欢喜的。真侪就是安尼，马街是外国人3个月有法度用台语讲道，第一日子安尼写。写讲，伫1872年4月13，我平安来到伫淡水，回想主耶稣一路引带保守，奉命伫异教的所在建立教会，是真正公营的代志。伊讲上帝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主耶稣啊，求你引带我搁一遍甲你立约，专心倚靠你。咱会当想象一个宣教师，青年的宣教师。伊离乡背井来到伫台湾，跪伫上帝面前做这款祈祷的情形，开始宣教。第一个信徒严清华，第二个是吴宽如。这个吴宽如信主了，而且囝拢用尽心、尽性、尽意来号名。生了一个查某囡仔，要安怎号？咱号做蜜喜，就是讲信耶稣是号顶的甜蜜佮欢喜。这个蜜喜就是咱早前。派到伫独山基台语教会迄个蔡信宗牧师的老母，所以这个北台湾这个信徒伫马街朴树开始，到伫第2年1873年正月初9，马街伫所来的厝为5个人行洗礼。伫洗礼时，外口真侪人，村内人伫遐聚集，伫遐大声反对，总是马街一点仔都无惊，照计划甲遮个人行洗礼。第2礼拜收圣餐，马街讲这是伊第一遍带领收圣餐，所以要开始要擘饼时，伊感觉家己不配，伊感觉讲我的主为我拍破身躯，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，我算做什么？所以要收圣餐之前，伊阁入去内底，伫遐大声哭，一直甲主讲主啊，我不配，我不配，哭了，
佫出来带遮个人来守圣餐。这是北部大会第一遍守圣餐的记录。后来，伊佫到五股坑，有一个寡妇叫做阿塔索啊，一个听到福音，真欢喜，就信主。信主了后，伊逐礼拜爱行16公里来做礼拜。然后呢，伊佫奉献一块地，要起做教堂。所以你建堂的时，嘛有人走去密报，讲因是要起迄个军事的要塞。总是马街无惊，无偌久，五股坑教会有150个人信主。所以到今仔日，五股坑教会就是今仔日的五股教会，是咱台湾出身传教者上济一间教会。这个阿塔索啊，一个人信主，奉献这个土地，有遐尼济人伫遐得救。所以当时的宣告就是安尼：上帝发动。上帝兴起人做工，上帝参与伫迄内面，教会一间一间一直开设出来。淡水教会第一间，五股教会第二间，过来新港教会就是后陵的教会，花上洲就是泸州、三重埔啊、新店、八里、基隆、大良东啊，佫有新庄教会。所以上帝作为真正奇妙。马街伫这本册内底有写讲，有写起，伊讲伊宣告上困难的一间教会是倒位？艋舺。艋舺当时庙事真济，有三大圣，黄、林、吴。这三大圣伫庙口咒煞，讲若有耶稣教，就无阮三大圣；若有三大圣，就无耶稣教。所以马街伫遐设立艋舺教会，几若遍，互人拆掉。迄耶稣圣灰，这摆啊等去伫新店的溪水内底，互人烧，总是伊无惊。到伫今仔日，艋舺教会12楼的建筑物，上面顶插一个十字架，总是今仔日三大圣已经无人纪念，毋知伫倒落。有一遍，因对新店到基隆开报道会，暗时行山路。落雨啊，所以马街啊、严清华今日上头前，手举火把甲雨伞，强盗对山内走出来要抢，因甲因讲阮无钱，强盗问讲恁是做甚物的？因讲阮是传教师，这强盗听了讲教师，好，互恁过，无抢。咱早期强盗，咱讲道义有道，强盗嘛有因迄个吼。嘛有因的道理，无抢老师，迄教师无抢。隔日，因为家人开报道会，马街讲道了，伊叫严清华起来做见证。这个阿华就是徛去咧台仔顶，下面有真侪细汉甲同齐佚佗、同齐大汉遮的人，伫遐笑伊，伫遐骂伊，骂讲阿华你背教，阿华你哪会去信的何秋番的教？所以这个严清华一直遐毋敢讲话，拍离落来。这当阵马街徛伫后壁，唱我认救主无惊见笑。咱拄则吟这首诗，我认救主无惊见笑，好胆干正道理，称呼耶稣恩典奥妙，欢喜叹伊教示，马街吟这首诗吟了。阿华头举起来，伊开始讲我认我的主耶稣，我无搁见笑，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信奉真神，伊是创造天地主宰，我无要搁拜以前我所信遐连鸟鼠加对破遐个神明，我爱我的主耶稣，伊是我的救主，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毋望恁嘛来信伊。兄弟姊妹。我一直咧想象当时的情景，目屎真正要流出来。我想到台湾初代教会遐宣教师、遐信徒，因是抱着性命危险来传福音。上帝恩典，福音是真实的。马街博士，上帝予伊伫世间的日子只有57年，其中有29年伫台湾宣教，拢总设立60间教会，受伊洗的人超过3000个人。一个愿意成做上帝手中器具的人，伫有限生命内面，上帝当使用伊，成做北台湾
福音的使者。兄弟姊妹，人生是短暂的，要紧的是你的性命有连结的这位性命的主宰无？你有听咱的主无？你是毋是捌对人传福音、带人信主？有一日，咱每一人，咱拢爱面对面来见咱的主耶稣。主耶稣若问你，讲某物人，你一生捌带人信我无？你捌参与你传福音的事工无？咱要怎样回答？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成做一个传福音的勇士，互咱同教会成做一间宣教的教会，互福音会当传到更较远的所在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的福音是奥妙，是真实的。2000年来，你见证你是活活的主，你从来毋捌亏待遐敬畏你、听你、热心服侍你的人。主啊，阮今仔日恳求你搁一遍，将救人灵魂火热的心放伫阮的心中，拍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看见你爱阮所看见的，帮助阮好胆将福音传到伫阮四周围的人，嘛帮助阮的教会会当成做一间宣教，是上帝你所爱的教会。阮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三甲来吟圣诗535首，福音声声得大谈。
奉献。请坐。即时来报告，请咱看周报第8面。小会的公告，本会定伫8月30日主日要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会，监选本会第10任的牧师。迄日的礼拜时间是9点开始，第2堂要合并。会员名单咱公布伫后壁的公报栏吼，大家去看。若有出入，请甲干事，是甲小会员，是区长提出来保证。会会迄日8月30日，若袂当来，请甲区长请假。第2点，本会定伫9月13到9月20要召开2020年第2次的临时会会，要来选举长老暂名。提名受选的有现任的长老，年龄还未满70岁的平安里、吴美央、杨淑珍、陈丽娜、刘英雄、刘丽琴、戴志芬7个人。被提名的执事有满2任，有参与复赛的执事有方耀文、柯以迪、洪韶倩、陈约娜、陈玉珍、黄桂香、蔡胜佳、蔡慧欣。
8个人，总共15个人受选。咱来看教会的消息，咱政府发放的3倍券是要消费用的，请兄弟毋好用3倍券来做奉献，请大家配合。第2点，教育大楼大厅内底的册柜有各种的福音刊物，有好消息、蒲公英、更新、新眼光，欢迎兄弟踊跃来去摕，甲咱的好朋友分享。第3项，真感谢主吼，咱的教会真有水准啊！咱拢有戴喙罨吼，因为即马佫规定喙罨爱佫戴起来啊。好，集体交通，本会过5保英姊妹伫8月初6举行告别式，为作感谢教会牧长中集会友的关怀，愿主安慰为作。第2点，本会蔡景深兄弟已经伫8月初5安享主怀，享年95岁，愿主安慰为作。咱来看团契的消息。第2点，妇女团契定伫8月16，就是下主日第1场，礼拜后上午10点40，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大教室，要召开年会选举，请协助牧师、陈牧师、团契顾问、各委员甲会员准时出席。第3点，上合团契顶主日完成第37届年会的选举，选出人员名单有会长苏庆良、副会长吴在福、委员康秀珍、陈丽云、杨秀琴、杨道樱桃、罗子涵、陈品秀、柯明清、吴美云、陈淑霞。咱再来看教界消息。第4点，台南中会教育部伫8月29拜六上午8点到下午5点举办圣经释义讲座，讲师是叶约翰牧师，主题约翰福音，诚做神的儿女。地点伫中英中学简报社，为今日开始到8月16。下主日，请教会办公室来报名，费用由教育部补助。以上报告，咱8月初2的奉献名册伫第12页到13页，若有出入，请提出订正。事工的分担伫咱的周报14页到16页，请有分担事工的人家己注意。咱只是来读金句，我先读了后，咱来读2遍。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福音互送向人。伊有找我，甲受掠的人讲，因为得到头棒；甲青面讲，因为得到各光来头棒受压制的人。路加福音第4章18节，咱一节来读。主的神临到我。各一摆。来，请牧师介绍今日的人客。咱的姊妹过5保英节，伫8月初6已经有为伊举行告别礼拜。今仔日过全贤兄弟带伊遮个囝儿孙来到伫咱的中间，代表家族要甲大家说多谢。我请恁徛起来好无？好，额头甲大家一起讲好，来一起讲。好，请坐。而且牧师嘛真期待遮个儿女
恁较早细汉拢来教会，但是真久无来教会，所以希望恁会当跟对恁老母啊参恁家族的信仰，会当去倒来教会，而且牧师特别甲恁邀请。毋知有今仔日第一遍来教会啊，迄个毋捌介绍过兄弟无？请恁举手好无？毋知有无？好，若无咱时间到书会。咱三甲来吟圣诗397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请起立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赐福。我将恁交伫上帝恩典、慈悲甲保护圣手，愿全能的上帝、爸囝、圣神施恩互恁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密道闭会，会后请互相请安。